镜头来看国外看天灾的消息。非洲东南部南非、莫桑比克、辛巴威一寡国家，这几天是落大雨做大水，已经超过100人死亡啊！而且有真侪游客会去看野生动物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嘛不得已爱先关起来。另外，在洛西埃远东地区，是有一阵30年来上较强的气旋扫过，勘察加半岛西积4公尺悬，交通袂顶袂当。大水雨和河水暴涨，大水带来大量雨伞，伤害经济桥甲路。南非林普坡省对外经济名花，40甲7公路遭到切断，互经济社区陷入孤岛。当地居民表示，大水毋造成交通断绝，甚至民生水电甲行动网络也拢断去，超市的面包拢被清袂了了。There's no water, there's no electricity, and even the network is gone. We had to switch phones off. You go to the shop, the convenience store here, the garage. There's no bread. People are queuing for bread because we can't cook. 南非有名克鲁格国家公园园内沙皮河甲利塔巴河爆发板起大水淹大片的所在，连河尾拢出现在公路甲树林内底咧受水，渔方紧急疏散受威胁区域的游客，各关经济大门，部分的路架桥直接冲走。园方警告居民，大水可能将国旗冲击到附近的所在，爱提高警觉。另外，在罗西亚远东地区的勘察加半岛遭遇30年来上严重的暴水，直至落雪达到月平均的1/3。阵风各高达每秒50公尺，相当是中度风台威力。市府市区即时4公尺，毋那大门甲车大伫雪内，佮传出老大人互厝顶落落即时地势，交通运输拢断去。经济应变部门出动全地行政甲车伫风雪内底转接民众，佮分散物资。повышенной проходимост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от МЧС России. Вахтовки курсируют по дорогам краевого центра и перевозят людей по основным маршрутам города. 勘察加半岛伫环太平洋火山带气候原本就真寒，落雪多。不过这几年极端天气事件一直增加，对当地基础设施、应急管理能力造成挑战。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